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开阮的耳孔，听见，伫早起你要永远所讲的话语。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顶礼拜已经有讲过，就是随上罗马书16章，咱大概真少听到牧师讲道会讲到这。总是这是这张批上尾的请安。伫顶礼拜咱读到保罗罗马当时有5个信仰群体，咱今仔日嘛会当讲，这就是5个教会的领袖请安。实际上，这礼拜咱刷落去读到的是这个时间、这个时阵，为伫保罗身躯边的同工的请安。因的请安，挺有意思啊！吼，所以其实是2群人互相的请安。当咱搁较深入去探讨这个人，初代教会的这群信徒，咱会发现因的身份，因的身份话真高贵，话真逼真，总是因却会当伫同一间教会。做伙同工，用圣洁的真喙互相接纳，这证明耶稣基督的疼超越过这个世界所予咱人原本的限制。咱这个人原本予这个世界生落来，咱都有一寡限制，咱会予咱的身份、予咱的地位、予咱所有。这个代志所限制，总是耶稣基督的疼会当超越这个。这上时嘛提醒咱，基督徒的信仰是爱伫属上帝群体内底去经验甲实践，更较需要是互相的提醒甲纠正，咱才有法度做伙行伫上帝心意内底。上尾，其实这一章有一个要紧的代志，是咧对咱提醒。虽然咱讲这张批是保罗所写，总是其实伫伊身躯边有侪同工。换一句话来讲，传福音毋是只有出伫一个人一支喙，传福音更加需要真侪互耶稣基督的疼。所激励的同工做伙来做成，咱来知影，伫保罗时代，迄种超越过阶级甲种族的限制，这种代志是真罕见。大概我都伫无共款的群体内底来发现到，总是保罗咧对咱讲，伫教会内底的圣洁，咱教会所显出来。就是爱伫甲这个世界有分别，咱需要真正会接纳，总是袂当凊彩。真正的接纳，总是迄个接纳，咱嘛爱有清楚的辨明。所以保罗线落来所讲的这段，一定是想起。伊伫教会内底所拄着的困难甲问题，所以伊提出伊的苦劝。罗马书16章17节刷落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兄弟姊妹，我苦劝恁，着小心提防遐个制造分裂，互恁犯罪，违背恁所领受的教示，遐个人，所以是遐个人哦吼。是一群人，保罗提醒因讲，爱留心伫教会内面遐个反对福音真理，遐个会造成分裂甲绊倒、伤害合一，互信徒绊倒的人。卡巴特是安尼讲，伊讲爱注意遐个明显混淆乌白的人，因的做法。和合本是安尼翻译讲，背离所恶的道。保罗要对罗马的信仰群体，其实嘛咧对咱讲，
爱会记得恁一开始所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假释。老人的假释背离这的原则，就应该提防，来离开因。罗马书16章18节刷落去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这款人毋是做仆人，在服侍咱的主基督，是在顾家己的腹肚。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所以保罗心内底咧想啥？保罗心内底想的检测是，伊伫罗马书14章到15章所讲，有一群人，当时伫教会内底有一群人，因感觉因家己真刚强，所以因用食肉，坚持用食肉的方式。无少互因看做软弱的兄弟伫属灵顶头绊倒，总是后来更较侪的神学家认为，伫遮的腹肚顾腹肚啊吼，顾家己的腹肚，其实有迄个原文其实有更较深入的意思，所以真出名伫历史顶头，迄个教父叫做库斯多莫，金口约翰，伊就认为讲，保罗伫遮所讲的，其实是讲遐个人是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实际上，天主教的教父阿奎那直接来解说讲，人若顾腹肚，比就是直接是讲人会贪婪。换一句话来讲，是咧讲，这个人内心有随时要准备剥削人的贪婪。保罗咧对咱讲，做一个基督徒，其实咱思想会真单纯，总是咱刻离主耶稣所讲的迄种灵巧那亲像蛇，然后顺良那亲像钱啊，迄款的款式真远。因为咱真容易互人讲好话，也是假冒伪善，看起来真好的迄个言语所骗。罗马书16章19节刷落保罗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恁的顺服，众人已经拢知，所以我为着恁欢喜，我爱恁对好事着巧。对歹事着戆。保罗学了即群罗马的基督徒讲，恁伫迄个政府的迫害下面，有缘来听叹福音，有缘相信福音来感觉欢喜。总是伊可更较毋忘，因会当伫上帝看做好的代志，顶头来明辨是非。所以明辨这项代志真要紧，伫邪恶的顶头，迄个翻译讲戆啦吼，其实伊是讲伫歹事顶头着无知啦，都毋知影连什么货是歹，都毋知影吼。总是变他清楚来划分这个代志。斯托德牧师是安尼诠释，伊讲基督徒真正的顺服分做两种，一种顺服叫做目睭暗暗无看，一种顺服叫做明辨是非。明辨，保罗毋望因会当发展后面这项，就是明辨是非这项。伫好顶头巧的意思，就是会当分别什么货是好，然后爱行出好。遵行好上帝所讲的好迄条路，伫歹顶头戆，意思就是知影会当闪避歹事。然后斯托德牧师讲，伊讲有三项原则，会当成做基督徒明辨是非的标准。倒三项就是基督、圣经、甲道德。
这三项，伊讲所有的代志、所有的假事，拢会当用这三项提三个问题来质问。伫所有任何的假事顶头，拢会当问讲：这有下圣经无？第二，咱会当问讲：这会当应跟耶稣基督无？第三，这会当互咱领受到好无？良善。罗马书16章20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赐平安的上帝，真紧就会将撒旦打碎，互伊屈服伫恁骹下。愿咱的主耶稣的恩惠，甲恁同在。当保罗伫伊的批顶头提到完全这字的时阵，伊是根据伊所受的两种生活甲教育传统所影响。头一项是希伯来的传统，啥物会叫做完全？完全就是献祭物伫上帝面前无瑕疵。这伫旧约圣经内底真清楚，迄叫做完全无瑕疵，就叫做完全。总是另外一种的完全，是伊所生活希腊文化内底完全。迄种完全的意思是合适、完成、学的啊，听有意思啊吼，摕到文凭啊吼，拿到文凭，迄叫做完全。所以保罗伫解说顶头，伫伊的批内底，其实有这两种完全。所以保罗咧对咱讲，当人无过互迄个看起来真水的言语，看起来是真赞的话，假冒为善所骗。当人会当弃绝歹，坚持好，就接近完全。听有意思啊吼？这就安尼就接近完全。那安尼就会亲像诗人所形容，迄个用上帝做避难所，用至悬的做伊徛起所在的人。诗篇91篇第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要用骹斩腮甲毒蛇，而且唔通真正去斩腮甲毒蛇，这是譬如爱会记即会晓读圣经，圣经所描述的，其实是一种譬如。所以伫马可福音上尾，咱读到迄个爱会记即迄叫做譬如，唔通真正去斩毒蛇。这个譬如是咧讲啥？是讲这个互上帝看做好，完全的会当互遐个对德降服伫伊的骹下。这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会当得到上好的祝福。罗马书16章2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的同工提摩太以及我的亲族路求亚顺所生巴德，甲恁请安。伫圣经中，提摩太上早互圣经所介绍出来的时阵，是咧形容伊是啥物款的人，出现伫使徒行传16章第一节啦吼，这是第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保罗搁去特比加罗斯德，伫遐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老母是犹太人，是信徒；老爸是希腊人。这应该是保罗甲巴拿巴伫第一遍的宣教旅程顶头，保罗就带提摩太信主，所以毋则伫遮称伊做信徒，有一个门徒吼，有一个门徒。伫保罗的批顶头，真侪摆提起提摩太，叫做伊的同工，也是助手。迄字嘛会当翻译做助手。
然后有搁较侪摆，甲保罗做伙写名伫伊的批顶头，咱若有注意读，咱就知影真侪批拢是保罗甲提摩太做伙写批。保罗搁找提摩太去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去负责教会事务，上出名的就是保罗找提摩太去以弗所，所以有人讲伊是以弗所教会第一位牧师。换一句话来讲，伫保罗后期的宣教旅程内底，提摩太是伊非常要紧的同工。路求其实只有出现伫圣经另外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是《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安提阿的教会有本来的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以及色勒。所以，这几位拢是当时安提阿教会的教师，或是咱讲先知，互人称作先知。咱来知影啥物会叫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出声、出声口。迄原文的意思是安尼吼。所以，家书是伫遮所描述的古尼赖人路求。应该后来伊甲保罗做伙成做巡回传道者，总是更较侪近代学者认为保罗伫遮所提的路求其实是异性路加，因为路求是拉丁文，总是路加其实是希腊文、希腊名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吼，迄个差一点点仔尔，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近代更较侪学者认为，伫遮保罗所讲的是路加，就是迄位写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的作者。亚孙应该就是帖撒罗尼迦城收留保罗加西拉的人，然后所生西德应该是使徒行传20章第4节 A 段所。提到的这个人叫做，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吼，来，甲伊做伙去的有比利亚人毕勒斯的囝索巴德，索巴德甲索西巴德，其实多差一点点的原文字，差一点啊，所以。新学家是咧认为讲，索巴德应该是缩写啦，吼，干下的意思。因为保罗刷落伊要将马其顿这个教会奉献的经验送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伫遮所提到的这两人，这两个人应该就是马其顿教会的代表。罗马书16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得地就是这张批的代笔者、代笔人，伫主内甲恁请安。所以伫遮咱嘛看到，伫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写批的时阵，时常用会晓写字的书记。所以保罗伫伊的批内底嘛真侪摆暗示讲，伊是使用书记来写批，总是只有伫这个所在，迄个书记得地既然主动写落伊哦，伊本身，所以这段是毋是保罗所讲的哦，是伊得地所讲的哦，讲伊罗马正教会请安。真特别，换一句话来讲，得地有可能对罗马也是意代而来，然后互罗马这个教会兄弟姊妹熟悉。罗马书16章23节到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这台我甲全教会加油，甲恁请安。这个城的过继长伊拿多。
甲咱的兄弟挂头嘛，甲恁请安。该由应该是保罗伫哥林多亲身甲伊行洗礼的少数2个人其中的一个。这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4节。使徒行传18章第7节咧记载一项代志，就是保罗离开哥林多会堂了，伊带到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叫做提多犹斯都的厝内底。真侪人认为这个就是该犹，真明显该犹是外邦的基督徒，伫当时社会有一定的地位甲名声。伊搁较慷慨来接待圣徒，然后上特别的是，咱读到这位叫做以拿多的人。这个以拿多伫今仔日的哥林多的遗迹内底挖出一个石板，然后这个石板经过神学家的判读，伫头前迄个，咱有看到无？上头前的这撮，迄个叫做以拿多石板，挖出来的时阵，互人判读做主后1世纪所留落来的碑文。顶头是安尼写，讲以拿多市政官自费铺设道路。伊用家己的钱铺设道路啊，所以这是当时罗马政府颁发的石碑。跟咱亲像今仔日总统咧颁发迄个褒扬令，咱也是迄个伫跟咱伫学校接到奖状共款啦。哦，奖励你安怎吼？奖励你对顶头奖励，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因为这个名真特别，大概真少读到这个名。第二是这个地点符合，因为是哥林多，出对哥林多，所以近代学者认为这就是伫罗马书上尾所提到的这个人。对安尼来推论，以拿多是哥林多城高级官员，当时是管银库，然后来伊互人提升成做市政官，因为伫迄个顶头石碑顶头是讲伊是市政官。伊是这个城市大概是第2号人物啊，简单来讲是安尼。上悬落来的第2位官，迄个上悬级的官员，就是以拿多。所以，神学家发现，互人更较惊吓的是，保罗既然互官途这个明显是罗列的名的人，甲以拿多做伙共列伫共一个请安的行列内底。咱会知影当时真侪罗列名，主人是照因出世的顺序来号，所以提得提，咱大多读到迄书记得提是第3的意思，老3，然后瓜头是老4，老4的意思啊，第4个的意思。所以甚至有人咧摇伊是得提的小弟，有人是安尼摇。所以近代神学家认为，这就会当证明保罗关心平等，透过请安的共列，显出初代教会超越时代，伫教会内底会当无分阶级，看彼此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会当真正会接纳，互相接纳。虽然常常咱会亲像保罗伫罗马书内底的吐气，罗马书第8章22节，
保罗是安尼吐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被造物到现在，要做伙地痛苦哀叫。无论是伫第一世纪，还是咱现在，不管咱是年长，或是少年，聪明或是平凡，有权或是边缘，好嘢或是丧凶，勇壮也是软者，咱拢会拄着伫失丧的时、惊吓的时、毋知要安怎的时，来痛苦哀叫。有当时啊，是甚至哀叫袂出声。咱会为着咱渐渐衰败的健康，咱会为着咱人际顶头真紧张的关系，咱甚至会为着咱经济顶头真无好的时来紧张。咱嘛看到这个世界遍地有侪侪人夭饿、病痛、困迫加杀害，咱看到咱的性命所带来侪侪限制，互咱拢陷入伫侪侪困难加痛苦的内底。然后，就亲像圣经所讲，迄个雨水落伫好人甲歹人，上时拢落落来，嘛临到上帝的囝儿。总是保罗却伫罗马书上尾用这首俄罗的诗，咱通讲上用。这嘛是咱的礼拜上尾，咱的吟唱常常的吟唱的诗，用这个上用来教咱，就是咱伫迄个上痛苦的哀爸叫母的时阵，咱嘛爱学乐。罗马书16章25节，保罗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愿荣光归乎上帝，也照我所传的福音，就是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来坚固恁的信心。这个福音是万古以来所温密的奥秘。奥妙，这三节其实伫原文是一句尔，然后是一个复杂。真华丽的一句，保罗爱咱做伙学了上帝，因为以互福音遍传，伊坚定人的信心，伫咱看无毋望的日内底，伊有缘，互咱一个都是上困难的时，咱嘛要相信伊迄个心，伫咱的言语所无法度表达的时。伊要启示咱迄个稳重的奥妙。罗马书16章2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他已经照应我上帝的命令，通过正先知的册显明出来，要互万民知，通信来顺探。永远的上帝过去借着伊的发言人所讲所写的。拢为着万邦万国，以及咱会当有信来顺探这款的心。罗马书16章27节上尾一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愿荣光通过耶稣基督归伫独一全智的上帝，直到永远。阿门。借着伫基督耶稣内底的救赎，甲独一智慧的上帝。互咱伫伊荣耀内底直到永远。所以，什么会叫做福音？罗马书所见证的福音的奥秘，就是不管咱伫什么款的处境，伊有缘来到咱中间，伊要带互咱以及这个世界，迄个永远无弃杀的信息、主爱甲救赎。所以历史顶头有真侪有名甲无名的人，愿意
专心奉献伫福音顶头，因搬过国籍甲身份的限制，勇敢去听。实际上，这嘛包括伫台湾，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张相片，这张乌白的相片记录了一幕，这是伫圣诞树下边啊，一群囡仔抱因的礼物，然后笑得真欢喜，徛伫迄个中间的是孙丽莲。这张相片应该是翕伫1952年的时阵，孙丽莲牧师娘实际上，这是伊甲伊所设立幼稚园的囡仔的合作。1927年，孙丽莲女士甲先生孙雅各牧师来到台湾，一开始。伫伊生涯的头一阶段，伊只是宣教师的太太，有当时啊嘛，互人称作牧师娘。然后后来，当孙雅各牧师过身了后，伊立志要成做太太宣教师，就是将宣教师的太太换过来，伊愿意成做太太宣教师。发挥伊的影响力，尽力将福音的听去到台湾上真实的欠缺顶头。后来，伊成立伫1952年成立在台法人基督教挂彩总会。基督教挂彩总会，咱无得确所有的人拢知影，总是咱爱知影，伊是台湾设立的第一间社会福利机构，伫内政部登记是第一号。简单来讲，伫所有的人伫台湾也无人知影啥物会叫做社会福利的时阵，伊就设立这个挂彩总会，毋茫亲像圣经内底所讲的挂彩子，显出影响力。然后这间当时伊设立的时阵，伊毋茫会当出力伫台湾当时弱势的儿童、少年、原住民以及汉生，就是泰戈病啦吼，泰戈病患甲乌卡病患医疗救助甲安置，上时嘛为着台湾早期的社会福利工作起做这个基础。当时，伊伫台湾各地设立儿童之家、幼稚园、育幼院甲少年之家，伊接无数囡仔的成长甲毋忙。伊甚至当时捌为着囡仔的营养，设立牛奶的供应站，对承德到台南沿海。有24个所在，约略有6000位送乡的囡仔来得到运费。伊开班培训幼稚园的老师，毋茫有更较侪人会当陪这囡仔行了真远，行了真稳。孙丽莲女士讲：人生只有一遍，互咱去到上需要的所在。这嘛，正做台湾社会福利机构上早的开始，然后这个开始其实就是对一个基督徒，一个甚至互人袂记一个基督徒开始做起的。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人生确实只有一遍，愿咱的性命彰显福音的奥妙，愿咱伫上困难的日内底，有缘阁会当学乐上帝。愿圣神加添咱每一天的快乐甲信心，超过言语所通表达的，做回来祈祷。主，愿感谢你赏赐带领，因为愿知，愿是你所听所敬的行儿。
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引带阮，互阮知是虽然人生只有一遍，总是阮愿意听见这个呼召，为你的听，头前来迈进。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